各位朋友好，又係我查飛同大家講下2026年4月8號星期三跑馬地嘅夜賽。聽晚呢，我係提供第8場俾大家參考嘅。第8場嘅3班1200米，今場馬我嘅初選呢，就係1號嘅星月飛雲、4號嘅精彩進帳、6號嘅蒸蒸日上、9號嘅長勝隊長同埋10號嘅太太精神。9號嘅長勝隊長呢，咁上一場呢，初跑呢個路程喺嗰場馬呢，佢排個好嘅檔位，排一個1檔，沿途呢，守住喺第6位呢，入到直路呢，佢喺內欄嗰度呢，就竄上嚟呢，就力逼嗰匹頭馬精彩復星呢，就跑過第2，僅輸一個頭位。你睇翻嗰場馬呢，金城江呢，騎得唔係好狠嘅啫。但係呢，你見到匹馬呢，喺最後嗰幾十米呢，你見到金城江呢，大力打佢兩邊呢，隻馬有一個好好嘅反應，嗰個追勢呢係非常之好嘅。見到佢嗰個末段嗰個走勢呢係有餘未盡嘅。最近呢，再俾多一個泥閘嘅千二，再磨練下佢。嗰次嘅大閘呢，好輕鬆咁走翻嚟跑過第3。而家呢匹馬嗰個狀態呢，比佢上一場跑第2嗰陣時呢更進一步。呢匹側身嘅北半球嘅自購馬呢，我覺得佢而家呢開始適應咗水土，狀態又好。唯一一樣呢，今場馬呢，佢排個檔位好差，排一個12檔。但係呢，就換嚟一個好啲嘅賠率啦。今場馬呢，睇佢沿途嘅際遇點樣啦。但係呢，我就幾喜歡呢匹馬，所以呢，我揾佢作為馬膽。1號嘅星月飛雲呢，喺舊年做完手術之後呢，喺今季跑過3場馬呢，分別跑一個第3，兩個第4。演出呢，似乎呢冇比起佢上季未做手術之前咁好。但係呢，佢由沙田轉過嚟跑馬地跑呢，嗰個對手呢，又冇喺沙田咁強。呢隻馬呢，佢喺跑馬地呢，跑過一場谷草1000呢，嗰場馬呢，其實跑得唔錯㗎，後上追上嚟跑過第6，輸俾頭馬2個幾馬位。神貨所見呢，跟佢之前嗰幾場馬呢，冇乜大上落，排個檔位亦都唔係好嘅，排11檔，不過唔緊要啦，佢都係跑後上㗎啦。希望今場馬呢，有快步速幫到佢啦。但係如果你講末段嗰個後勁呢，呢匹馬呢，喺呢一組嚟講呢，都係數一數二嘅。今場嘅1號星月飛雲呢，喺對手唔強之下呢，我認為佢有機會走入前3名。4號嘅精彩進帳呢，上一場黃志雲同佢跑呢個路程呢，出閘呢係有啲問題嘅，所以呢，沿途呢走嚟呢都唔係話好順，嗰場馬呢其實可以抹咗佢嘅。睇翻佢喺3班呢跑3次呢個路程呢，一個第1，一個第3，一個第4。最近呢，亦都做咗一個田草嘅1000大閘，個走勢都唔錯嘅。匹馬呢，就已經將佢嗰個狀態呢係揾到最好，等莫雷拉嚟跑㗎啦。今次排一個4檔呢，我認為呢匹馬呢都係有機會走入連贏配腳嘅。6號嘅蒸蒸日上同埋10號嘅太太精神，揀邊匹馬入呢個連贏配腳呢？6號嘅蒸蒸日上呢，最近神貨見佢呢狀態呢係非常之好嘅。一路呢，佢都係以呢個泥地為主，但係呢，佢跑馬地跑呢個路程呢，亦都試過跑過2次第2。佢今季呢，睇佢跑最近3次嘅泥地呢，都係遇上一啲好強嘅對手。但係呢，佢都唔係輸得好遠嘅。今次過嚟谷草跑呢個1200呢，我覺得呢，憑住佢嗰個檔利呢，排一個2檔呢，如果佢擺咗喺前邊走嘅話呢，今場馬呢，其實佢都會係有一定嘅機會嘅。至於10號嘅太太精神呢，佢最近跑幾次呢個路程呢，都係後上不及。
咁就輸俾頭馬呢都係個零馬位至兩個馬位。10號嘅太太精神呢，最近5次跑呢個路程呢，一個第二，兩個第四，兩個第五，喺呢5次嘅賽事呢，都見到佢末段呢係有個唔錯嘅追勢嘅，但係呢次次呢都係得個追字，佢需要呢快步速呢嚟幫助佢。如果今場馬呢有個快啲嘅步速呢，呢匹馬呢就有機會呢從後追上嚟呢走入一個連贏配腳。第8場嘅連贏及位置連贏9拖140，三重彩單 T 4重彩4連環9拖1460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 fit 輪馬群組，同我哋一齊玩呢個連贏過關呢，付少少費用，可以用65468512 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最後我都係講翻嗰幾句説話：小注可怡情，細細注玩下。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